盐曲陈皮红豆汤呢非常有趣，是我们用盐曲解决这个红豆汤甜腻的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酸女孩团队的创办人洋葱妈妈。那酸女孩其实都非常鼓励大家四季料理，我们也鼓励大家用原型食物料理，加工越少，其实就是吃得越好。今天帮大家带来这一道盐曲陈皮红豆汤，食材有红豆、糖、盐曲、橘子。水煮滚了，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红豆呢丢下去。如何让红豆炖煮的时间可以缩短呢？其实我们只要把红豆呢洗完之后进冷冻库1个小时之后，产生冷缩的一个状况。那这时候我们在煮完热水之后，再把刚刚放了冷冻库的1小时的红豆放进去之后，它就可以缩短炖煮的时间。所以我们的炖煮时间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。我们的红豆汤经过30分钟炖煮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非常的软烂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件事，就是要把砂糖加进去。等它溶解之后呢，我们很特别的是，我们加入的盐曲，盐曲的目的是要让这个红豆汤可以解甜腻，然后吃起来会比较清爽。那我们这一道的红豆汤最后有一个很大的关键，就是我们使用的橘子，或者是你香吉士都可以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拿这个刨刀，我们先把这个橘子皮或者是香吉士的部分的皮都先刨下来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再把它加在红豆汤上面，主要是让它增加水果的香气。那我们的红豆汤完成咯。